哥林多前书第7章，关系恁直批的内面所写的问题，人无结婚较好。毋过因为恁有一寡淫乱的代志，所以逐个查甫人应该有家己的某，逐个查某人应该有家己的翁。查甫人对某应该尽做翁的义务，查某人对翁应该尽做某的义务。某对家己的身躯无权，毋过翁有；相反，翁对家己的身躯无权，毋过某有。毋通忽略对方的需要。若为着要专心祈祷，通同意暂时分开，总是以后着搁恢复正常的关系，才免因为袂当控制家己，直到受撒旦诱惑。我讲通暂时分开是勉强同意，毋是命令。事实，我爱逐个人拢亲像我无结婚，毋过逐个人对上帝领受无共款的恩赐，这个人这款，迄个人迄款。现在我对无结婚的甲寡妇讲，若话当亲像我守独身是较好。毋过若袂当控制家己，就着结婚。宁可结婚，比互约会小较好。已经结婚的人，我命令恁，其实毋是我，是主的命令。查某人毋通离开丈夫，若离开就守独身。若无，就搁甲丈夫和好。丈夫嘛毋通放杀某。对其他的人，我讲，毋是主讲的。男的信徒若带无信主的人做某，某同意继续甲伊住，伊就毋通甲伊放杀。若有女的信徒甲无信主的人结婚，丈夫同意继续甲伊住，伊嘛毋通放杀丈夫。无信主的丈夫，因为带信主的人做某，会得到上帝接纳。亲像安尼，无信主的丈夫，因为带信主的人做某，会得到上帝接纳。亲像安尼，无信主的某，嘛因为嫁信主的丈夫，会得到上帝接纳。若毋是安尼，因的囝儿就无属上帝，其实因是属上帝。毋过无信主的人若要离开，就出在伊离开。伫即款的情形，信主的丈夫也是某，就无受婚姻的约束。上帝呼召恁，是爱恁和睦徛起，就知信主的查某人检采维救家己的丈夫，就知信主的丈夫检采维救家己的某。无论安怎，逐个人着照主分予恁的恩赐，照上帝警调的目的来生活。这是我予逐个教会的规定。割礼了后才受呼召的人，毋免暗砍割礼的记号。受呼召的时，还未割礼的人嘛毋免受割礼，因为有割礼无割礼拢无要紧。要紧的是着遵守上帝的诫命。逐个人着保持受召的时的身份。你受召的时是奴隶是无？毋免挂意。不过你若有机会得到自由，就把握机会。因为受主呼召的奴隶是主所讨放的自由人，相反，受主呼召的自由人是基督的奴隶。恁是上帝付出代价买来的，毋通真做人的奴隶。兄弟姊妹，恁逐个人着伫上帝的面前保持受召的时的身份。关系在息女的问题，我无对主得到什么命令，不过做一个得到主的怜悯，正做通信任的人，我提出家己的意见。考虑目前艰难的处境，我想人保持现状是较好。已经娶某，毋通想要自由；还未娶某，毋通想要娶。毋过，若娶某无算犯罪，少女若出嫁，嘛无算犯罪。不过，结婚的人为家庭生活上的拖累，
我较爱恁免拄着即款代志。兄弟姊妹，我爱讲的是，时间逼近啦，对答以后，有某的就哪准无某，得哭的哪准无得哭，得欢喜的哪准无得欢喜，买米的哪准无得着半项，插世间事的哪准无得插，因为即世间的现状得过去。我爱恁拢无挂虑，无娶某的人关心主的事，看要安怎互主欢喜；娶某的人关心世间的事，看要安怎互某欢喜。煞分心无嫁的查某人，也是少女关心主的事，是要互身躯甲心灵圣洁。不过嫁翁的查某人关心世间的事，看要安怎互丈夫欢喜。我对恁安尼讲，是为着恁的利益，毋是要甲恁束缚，是爱恁做合宜的事，通专心一意服侍主。若有人订婚了，决定无要娶，后来因为情欲强，袂当压制家己，会对未婚妻做出无合宜的事，因着结婚，安尼做毋是犯罪。不过伊若毋是因为外来的压力，是出于家己的决心，阁会当控制家己的意志，决定无要甲未婚妻结婚，互伊保持在室女的身份，伊安尼做是好。总讲，甲未婚妻结婚是好，无甲伊结婚阁较好。丈夫也活地的时，查某人无自由；丈夫死了，查某人通自由甲介意的人结婚。不过，只有通嫁互信主的人，伊若无阁嫁，是阁较有福气。这是我的意见，总是我想我嘛有上帝的神的指示。